较早的花就是安尼啊，看到毛远啊，爱才长才快。以前都爬咧好，好多种迄较早阮做囡仔懵落啦、香咧啦、啥啦，懵了一世界。愈侵蚀愈内底吼，就是会影响到咱老百姓的生活。所以你即摆风台来，直拍落就够花。它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上游河川它补充的沙源被阻断了，变少了，所以补充到海岸的沙变少以后，它就容易让那个沙滩的变动产生一些变化。它原本在夏天是侵蚀，可是冬天会回淤的状况，因为沙源整体变少了以后，它可能补充的量变低了，那整个海岸线就会有慢慢退缩的一个趋势。沙源减少主要是有几个原因啊，大概是像我们有新建一些水库，可能把一些沙源去拦阻。那像我们山区的水土保持，如果做得比较好的时候，那也会减少一些沙源顺着河川上游慢慢到海岸这样。那像水利署也有在做一些河川的一个疏浚。那这些沙原本是它其实是要自然的回归到海岸来做补充的，也是被阻断。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沿岸会新建一些像渔港啊、商港一些大型的构造物，那它会有一些防波体。那这个防波体它也是阻断了我们原本就是海岸它沿岸流的一个流向，也会让一些沙碰到这些防波体以后，它就淤积在那里。那原本它可以再往回补充的部分就变成减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们七股区庆山港的沙洲，那它属于台江国家公园的一个特别景观区，所以我们会跟一般的海岸所看到一些工法会比较不一样。那因为这边是那个国家公园的特别景观区，所以会比较注重生态跟环境景观，所以我们采用的工法都是这种比较近自然的一个工法。像我们会取这种比较自然的那个竹子来做组装的一个打色。那还有像我们会施作这个沙场带，那它沙场带的主要的里面的沙来源也是从溪湖里面去做一个抽取，等于是就地取材的一个部分，会对环境的冲击比较少。那打色竹桩呢，主要是为了让我们外海的波浪它去碰到这些竹桩的时候，可以有一个碎波的效果，让它的能量整个降低，才不会把沙带走。那做这个沙场带的部分也是一样，也是有一个挡浪的效果。因为它是有一个孔隙力的一个控制，所以波浪打到它的时候，水会从孔隙排出，那沙会留着，这样才不会说造成我们沙洲的那个犄角会被冲死。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针对沙洲与溪湖的保育，我们台南市政府呢，现阶段采取的策略呢，有包括我们在沙洲外侧施作竹桩及沙场带，防止波浪侵蚀造成海岸的侵蚀，那并就我们溪湖抽沙来填筑，达到人工养滩及溪湖疏浚的双重效果。我们会与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还有民间团体一起来合作，由政府单位来设置海岸防护林的一个相关设施及养滩，加上民间的一个种植造林，那共同改善海岸线退缩的一个问题，打造一个绵延的沙洲海岸林，一起守护七股溪湖及维护生物多样性，达到在地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永续的一个目标。另外是我们嘅欢喜看今日8月8号父亲节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迎接中秋嘛是送礼季节，台南市政府结合9间身心障碍团体来联合行销，邀请市民朋友拥有个别身障朋友用心所制作月饼等伴手礼，希望今年会当达到25000克啊，突破1020万的销售成绩。这所有精美设计中秋伴手礼，拢是来自台南市身心障碍福利机构的朋友所制作，不管口味还是包装，拢袂输一般市面上的产品。上午9间身障团体嘛联合行销，以向市民推荐。消局表示，受疫情的冲击，因伫募款顶面加做困难，所以伫市长有意提号召，包括不动产公会、台南市艺术公会、台积电等单位拢踊跃预定。市长嘛亲自颁发感谢状，呼吁更较侪爱的力量来肯定因的产品，传达台南好心意。支持，不是大家只是捐钱，因为他们做的东西实在好吃、好用。不管是月饼或者是其他的物件都是非常好是让你值回不是说你只是捐了然后就回头走了，两手空空。他们真的是做得非常好，那让他们能够
这个有这么好的东西共度中秋佳节，陪你共度佳节那我觉得其实吃着月饼的时候，心里面已经很温暖。除了市长协助代言，会中侪民代贵宾嘛拢到场替新众团体宣传，嘛有整个会议室客家满满。加上工商促进会嘛辅导因伫线顶销售，成立台南好心意的网站。根据统计，去年已经突破1000万的销售金额，所以今年嘛希望拼25000客以上，达到1020万来支持新众朋友，嘛帮助机构会当永续经营。台南新闻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因为欢乐暑假期间交通事故多，甚至有食毒等治安事件发生，所以台南市政府以轻松吸引少年人的方式，7号暗时要请真侪大量级的艺人来举办欢度宣导音乐会，会中市长嘛献声祝福，现场有过超过15000人，场面相当热烈。但是反导甲交通安全宣导音乐会，幸运的是大雨伫开演进前停止，有在地舞团热舞加开序舞，接线所有歌手一个一个演唱，互现场的观众听甲入迷，嘛互原本大雨不安的心转变成热情。市长委托嘛到场甲大家同乐，并且甲演艺阁徐凯熙合唱《小幸运》，多谢每一位早予台南幸运的市民朋友，祝福大家有一个安全和快乐的暗暝。快来到现场，因为还有很多。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位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为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起唱，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又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怎么样？好听掌声！在这场音乐会上受主要来宾，则是第一摆参与公益演出的鞠婧祎，早来登台40分钟的 DJ 表演，用震撼的音乐带动现场气氛到上高潮。最后，本土天团911嘛演出25分钟的主曲，现场观众随着节奏摇摆无摇头，现场有过超过15000名的观众大合唱，嘛为这场音乐会画下完美句点。咱的新闻综合采访报道。中嘉宽频三冠王相助称一直积极推广媒体所用的课程，特别伫父亲节之间，前往台南市北区和顺利活动中心，希望借着这摆课程，让民众了解如何杜绝生活当中的假消息。在人手一机、资讯爆炸的时代里，假讯息层出不穷，所有收到的讯息都要先修淡积累。尤其是近日两岸关系紧张，假新闻资讯满天飞，难免会造成民众的恐慌。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前往台南市北区和顺里活动中心，教导民众如何辨别假资讯。最近也是有这个这里是最新的。他说，中国政府决定撤离在台湾的中国公民，而且计划于8月8日前撤离完毕。8月8号是今天。大家知道有没有这个消息？有吗？有看到新闻？我这个是假新闻。有看到这个假新闻是不是？但是会不会让人相信？会哦，因为刚好符合就是最近的政治情势，对不对？除了最近的时事议题，也因应父亲节，挑选特别的案例与民众分享，让民众了解网络上有哪些错误的医疗资讯，避免手滑太快而点赞分享出去。
另外，也透过有趣的例子，让民众在轻松的氛围下学习到讯息不能只看表面，必须先停、看、听，透过查证八步核实假讯息，同时搭配手机应用程式，避免落入假资讯的陷阱。今天是1年1度的父亲节，在此祝福全天下的父亲节，父亲节快乐！今天非常感谢中嘉宽频来这边和顺里活动中心举办媒体识读的一些防诈骗集团的宣导。今天参加这个假信息活动，让我们了解了我们生活上有很多的假讯息，我们都要经过很认真的查证，再来吸收，再来分享。阮会当了解厘清吼，迄个什么知识吼，我感觉真欢喜，我有感觉本人我有受到真大的收获。谢谢你们。最后，透过有奖征答，加深民众的印象，同时推广第3公用频道，让民众能了解并多加利用。希望在父亲节这天，让民众收获满满，不让假讯息出现在生活当中。而中嘉宽频也会继续推广媒体识读课程，欢迎民众踊跃参加。记者杨顺怀台南采访报道。2021年第6届 U12 世界杯消防比赛，对7月29號開始，有11個國家代表隊來到台南比賽，同時嘛進行相關的文化交流，到8月7號圓滿來結束。最後美國隊摕下冠軍，中華隊則是銅牌。伫閉幕典禮上，都有溫馨感動的頒獎，也個三立貨櫃所贊助的煙火秀，畫下完美的句點。嘛期待後一屆伫台南再相會。第6屆 U12 世界杯消防比賽經過10天激烈競爭，每一個國家的選手伫台南球場已經拍完精彩球賽，嘛贏得美好友誼。特別冠亞軍之戰，美國甲委內瑞拉車拼，每一球攏是關鍵。最後美國以10-2贏得這屆冠軍。而中華隊則一路過關斬將，雖然摕到銅牌，不過奮戰的精神攏互球迷留下深刻印象。閉幕典禮上，中華棒協理事長辜仲亮加擔市長黃偉哲等貴賓攏到場，除了頒獎表揚各代表隊優秀的選手，也肯定小小年紀就代表國家爭取公贏，希望後一屆佇台南再相會。我们大概有但是第3名是你们自知精力所以我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各位教练的努力。相信各位选手已经打得非常美好的球赛，赢得首名。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下一届和练习。這屆 U12 世界杯消防比賽，除了各隊精彩表現，中華 City Girl 啦啦隊搭配吉祥物賣力的表演，嘛是注目焦點。另外，在會場的觀眾甲球迷當中，三立貨櫃總經理黃永仁嘛帶隊來替選手加油打氣。同時，第2擺贊助大會煙火秀，都要替閉幕典禮畫下完美的句點。野外表演嘛，互現場的觀眾讚聲不斷。今日新聞官及採訪報道。受疫情影響，民眾出門關會意願減少，所以這2天來不時出現會庫無夠情形。有嚟協助招募會員，但是自強西主會6號特別地安排舉辦關會行動，目標募集到300個會量。西主會熱心公益，時常辦理各種公益活動，關懷社會，廣受各界肯定。台南市自強西主會有感近來會庫欠貨嚴重，特別號召友會以及愛心企業為關會民眾提供義診服務，凝聚西兄西姐愛心力量，為社會做貢獻。自強西主會以往攏是佇中山公園辦理關會活動，但這次佇國民里長參選人王伯群甲移民里長參選人胡晴柔2位建議之下，特別來到安平辦關會，方便社區民眾就近關會做善事。
正咱这个追思活动拢办伫这个公路、这个火车站附近，对咱5期安平遮的民众吼，真无方便。距离啦，交通拢真无方便，所以即届咱西主会本身就拢一直咧做即个热心公益的追思活动，所以我就甲好朋友自强西主会会长吴总者讲，是毋是有机会甲即个活动的现场刷来咱5期的内底，互咱5期的民众毋免咱奔波安尼啊。自强西主会会长经过因西主会规个同意了，咱就甲东协调借伊个所在，互咱遮民众免安尼大着天走遐远安尼。自强西主会这次关会活动的目标是募集到300地热会。会长吴宗泽表示，活动一透早开始，现场就已经来了真侪的新民众排队观会，看到这样踊跃情形，300地热会应该伫中昼进前就会当募集完成。真感谢所有参与民众的热心热会。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湾历史博物馆是真侪人会当亲近了解台湾历史发展的好所在。不过特别的是，伫博物馆的园区也会当看到一间小庙，敢讲是博物馆的典藏品吗？透过报道做伙了解。位伫咧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园区内五帝寮三龙庙，原本是一间草木仔厝，过去是和顺寮农场周遭居民的信用中心。该庙起建伫咧民国62年，由一位外出拍拼、事业有成的吴姓商人，向四草大将庙定海元帅以及五帝寮庆和宫中坛元帅请示，所建立的5坪大小庙。四草大将庙诶，定海大元帅来了坛。庆和宫保生大帝如来佛祖老中坛元帅来降坛指示，甲伊肯定因3成会当伫即个所在发挥变耀万民啦。即回今年3月13日去台南大天后宫大天后宫镇南马来塑一个妈祖来而且互万人拜变耀。这个所在安尼，大家拢平平安安。过去这片土地拢是咧种甘蔗，当地居民为求风调雨顺、家户平安，伫40多年前伫遮起庙。后来遮经过规划，改为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用地。伫博物馆完工了后，馆方曾经借此向居民协调迁庙事宜，不过因为向神明跋杯请示，神明拢回答无想要搬。馆方尊重庙建立较早。加上考量到传统信仰，也是台湾历史博物馆重要馆藏之一，因此，互三王庙以新造土地方式原地保留，也形成了有庙博物馆这个趣味景色。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伫光华夜市有一间眷村的面搭，头家因为自细汉伫眷村大汉，学了眷村的重庆面等料理的好手艺，已经是在地真侪人一定爱交关的好滋味。你是热爱吃辣的重口味爱好者，对那种刺激味蕾的麻辣感着迷不已吗？这间位在光华夜市的眷村面肯定会让你爱上。看老板熟练的在碗中加入各种调料与酱料，接着把穿烫后的面条倒入，一碗重庆小面就上桌了。红红的汤汁包覆着面条，咸香麻辣又刷脆。所谓的重庆小面是重庆的一个街头的一个摊贩的一个小面，就是比较道地的，也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道地。基本上喜欢吃麻辣的人呢，吃一次以后就每次也是必点。他就好像似乎他就不想改变一样。那重庆小面，我刚才讲的，我们的麻是我们的特色最大的特色之一，因为在台湾这个麻的味道可能比较少吃到，因为我这个花椒的材料、麻的材料都是从对岸过来的。而如果是不擅长吃辣的人，可以选择他们的炸酱面，放入大量的毛豆、红萝卜丝、小黄瓜丝，还有豆芽，整体颜色清脆，加上最重要的浓郁炸酱，1比1拌入肉末与切碎的豆腐干，香气与口感都层次分明，让人胃口大开。我们的炸酱面是比较道地的，就是比较传统的。我们小时候吃的味道是什么？现在我就是呈现这个味道。那我完全那个做法都是按照小时候妈妈的那种做法做出来的，肉酱加上豆腐干，但我们豆腐干切得很细，
你可能看不出来它是豆腐干，但事实上我有一半的料是豆腐干。在台南水交社眷村长大的老板，对于眷村料理毫不陌生。加上过去因为工作在重庆待了20年，对于当地料理的香麻特色也极有研究。两者的结合，让这间店的面食有最道地的风味。所以我们也都在里面看着他们做，看着他们怎么去料理这些东西，所以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可以这么说吧。店里的墙上挂着一张张黑白的照片，其中一位背靠着飞机的男人就是老板的父亲。过去曾是中华民国空军，这些老照片就代表着老板的回忆，与他的料理一样，记录着过往的怀念时光。记者邱玉婷高雄报道。接下来要了解一间经营20多年专卖炊饺的店家，头家表示，因坚持用上青的鸭肉等原料，加简单的搭配，就是因开店多年的闭关，做回来看卖。看着老板娘熟练地将散发着新鲜青葱味的扎实馅料放在薄薄的面皮上头，双手轻柔地合起，大拇指一捏，一颗浑圆饱满的饺子就完成了。放满整整1笼后拿去蒸，随着滚滚白烟冒出，皮薄多汁，让人垂涎欲滴的蒸饺就准备上桌了。面粉我们是热烫热烫的水，然后我们的肉是新鲜的后腿肉去筋。新鲜的白韭菜，还加一点葱，因为客人其实嘴巴一吃就知道它的新鲜度绝对是够的。而要搭配这笼蒸饺，这里的最佳组合就是新营鸭肉羹，加入笋丝与姜丝的汤头，尝不到鸭肉的腥味，只有甘甜微酸的滋味，让人一口蒸饺配着一口汤，忍不住就把整笼饺子清空。鸭肉羹的材料就笋丝、姜丝。还有新鲜的鸭肉高汤去勾芡，然后起来的话，再加一些米粉或是面或是饭都可以搭。重点它是没有骨头的，我们鸭肉羹的肉完全是去骨。除了蒸饺配鸭肉羹这个不败组合，热情的老板娘也向我们推荐其他小菜，不仅新鲜 ，CP 值还很高。店的话，其实我们家有烫青菜啦、米血啦，这边的销售量也都是蛮多人喜好的，都会来一盘米血啦，烫个青菜。这间位在武庙的老字号蒸饺店，多年来不论晴天或是下雨，始终在这里等待饥肠辘辘的客人。餐点美味又平易近人，搭配老板娘热情的招呼，充满高雄浓浓的人情味。记者邱玉婷高雄报道。感谢收看8月8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嘛祝所有父亲平安快乐，咱再会。